我們一生中會慶祝許多紀念日、生日、結婚紀念日，還有國家法定節日。但是，朋友們，紀念日的真正意義究竟是什麼呢？難道僅僅是切開蛋糕，看着舊照片感嘆那時真好嗎？真正的紀念日是立定心志的日子，是以過去為基石，邁向新生活的日子。它是緊緊抓住戰勝了過去苦難的希望，為了共同生活在明天而存在的日子。以色列百姓現在正站在迦南地的吉甲，在這裡，他們時隔40年再次守逾越節，希伯來語 Pesach。什麼是逾越節？那是紀念上帝恩典的日子，死亡的天使越過了以色列人的房屋，將曾為奴隸的他們救贖出來。令人驚嘆的是，就在守完逾越節的次日，他們開始吃迦南地出產的莊稼。約書亞記5:11。直到昨天，他們還在吃從天而降的星號嗎哪。從今天起，他們吃着應許之地長出的果實，踏上了自立星號之路。上帝先讓他們深深刻下救贖的恩典，隨後立即引導他們進入實際生活的祝福之中。逾越節的事件在數千年後，通過在十字架上為我們流血的耶穌基督得以圓滿成就。使徒保羅在哥林多前書5:7中宣告：因為我們逾越節的羔羊基督已經被殺獻祭了。耶穌的十字架與復活是我們生命中最偉大的紀念日，我們通過敬拜來紀念他的犧牲。耶穌打破死亡並復活的原因，是為了讓我們不再被罪惡感的過去所捆綁，而是在名為今日的實際生活中贏得勝利。當嗎哪停止，以色列人親手耕種並吃下地裏的莊稼時，那是星號實際祝福星號的開始。我們的日常生活也是如此，我們的職場生活和家務勞動，正是蒙救贖者享受祝福的現場。上帝希望我們超越將嘴即食的嗎哪階段，通過我們的汗水去體驗上帝的供應。當我們感謝耶穌給予的救恩，並誠實地擔當託付給我們的工作時，上帝必會加添豐盛。親愛的弟兄姐妹，正如以色列守逾越節並吃新地的莊稼一樣，願我們也靠着基督的恩典，堂堂正正地走向生活的現場。讓我們感謝救贖的恩典，在當下的工作中品嘗上帝的供應，邁向未來的榮耀。祝願大家今天所吃下的這珍貴的生命食糧中，充滿活神同在的恩膏。